南胖国不中心礼馆伫3月底正式开幕，趁着这次的母亲节，国不中心首次结合 A1、A2 两馆，联合推出绽放美丽时代母亲节档期，结合总共400多间专柜品牌，提供指定专柜满5000送500，大家电满10000送1000，另外还有会员以及指定信用卡等加码好礼，就是要让消费者愈买愈欢喜。整体的活动有5000送500，同时针对我们的联名卡、8大银行还有我们的会员都有加码。那另外在活动的首饰日，也就是从4月22号开始的首饰日，更加码到有6000送900，高达15% 的回馈。这在台南，我们相信是最好的这个回馈的最优的回馈。22号开始的母亲节档期，除了有各种满千送百回馈好康，为即马开始到5月10号进前，国不中心还有举办星星极乐趣活动，只要用会员卡消费满1000，就会当得到一粒心。今晚还会当兑换商品券，好康真多，民众不妨趁到这次的档期，为妈妈添购礼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